台語字真趣味，鄉親啊，爽壁壁，台語安尼寫，爽壁壁，傻裡傻氣，土裡土氣，台語講爽壁壁。上主要是咧形容一個人，雖然看起來戇戇呆呆，反應較慢，做代誌嘛無夠活潑，但是其實是一個單純老實的古意人。像講這位候選人雖然爽壁壁，但是真下某一寡選民的氣口，所以也是順利當選。啊，你唔通看伊爽壁壁，讓伊做代誌真認真，甲代誌交代予伊，絕對妥當。真正是烏干仔底豆油無底看哦。伊雖然看起來爽壁壁，但是開一間公司真大間，真賺錢。啊，原來哦，你佮意的對象是這種爽壁壁的查甫人。有一句話講，人不可貌相。有的人看起來爽壁壁，其實哦，心思真幼，嘛真有本事。所以千萬唔通以貌取人，唔通看水歹，無看北來。今仔日的台語字爽壁壁，實在真趣味。